雷總又發功，小米創歷史高位。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今日同大家傾下隻小米。小米6月26號發佈會，勁多亮點。重頭戲，小米首款 SUV YU7，一共有3個版本，售價253500至329900人民幣。開賣1個鐘，大訂已經高達289000架。雷軍話，未來5年會再投放2000億人民幣做研發。相信小米20週年嘅時候可以交出更加靚嘅成績表，大行齊齊唱好。綜合 A-Stop 報道，以花旗最牛，目標價睇到73蚊，比起6月27號半日收市價59個4，仍然有接近2成3嘅水位。受消息帶動，小米6月27號早段破頂，一度升接近8%，見61個4毫半。有睇開我港股 Watchlist 都知，小米係我心水之一。部署上我會等佢回一回，再入場搏繼續創新高。你哋有冇揸住小米呢？目標睇幾多？留言話我知。記住下載 ACAP 換領我 Kobe 財智密碼嘅觀察名單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